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参议院通过台北法案，支持台湾甲世界之接，也要防止有的国家对台湾不利。反送中的火也烧到台湾校园去，伫世新大学联络场有人甲海报拆掉，佮写一寡垃圾话。胡勇马兵车事故司机尤振中，经过11个月出来开记者会，强调伊的罪行是白白布泥到乌。在联合国大会，除了有3个友邦出声挺台湾以外，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伫25这天也通过台北法案，一来表示美国支持台湾甲世界各国有直接，二来防止有的国家要做出对台湾不利的行动。咱外交部甲总统府也对美国表示感谢。所罗门和基里巴斯小电视和咱断交，台湾邦交处境真困难的时阵，美国参议员贾德纳提出台北法案，表达美国支持台湾维系全球的邦交，并且授权行政部门会当采取降级外交关系或者是减少外援等等的措施，防止相关国家做出对台湾不利的行动。嘛是警告中国，若是搁再挑工破坏台湾的邦交，会有效果。25嘛，伫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得到通过。外交部呢，对于美国国会呢，采取积极而且具体的行动呢，协助我方来巩固邦交，我们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和台湾友好的贾德纳表示，会继续促成总统蔡英文去华府访问。外交部表示感谢，嘛会继续关心台北法案刷落来伫咧参众议院审议的情形。总统府是强调，感受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继续和美国等地连小我的国家合作了国家吧。即马国际声援的力有咧增加，咱国友邦嘛伫联合国大会顶悬表态收听。瓜地马拉总统莫拉雷斯更加是3天来头一个伫咧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Nations have the right to belong to this great organiz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experience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ould contribute to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ism in this organization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Firmly believe that Taiwan is essential to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瓜地马拉、施瓦蒂尼和帛琉拢希望联合国和台湾尊严平等参与应续发展议程。但是友邦洪都拉斯发言和去年同款拢无讲到台湾。若是传出邦交有咧叮当的图瓦卢，新任的外长接受访问的时表示，和台湾有长久的关系，无希望有任何改变，表态挺台湾。外交部嘛强调，目前台湾和图瓦卢的邦谊真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真侪人火气拢真大，亲像日前在文化大学香港学生所发起的联络墙，说互中国学生来甲伊拆掉。有的学生也伫26中昼发起讲拆一张就打100张登记的行动，号召大家做伙来修复联络墙。另外，伫世新大学同款有人拆反送中的海报，佮写一寡垃圾话。校方也表示讲会去查，也希望这学生会当尊重言论自由。伫公布南顶悬搭一张搁一张的反送中纸条甲海报，中昼伫落雨，啊毋过无影响到文化大学学生写悬反送中的热情。因为文化大学香港学生进前发起连拢墙的活动，所以伫咧24半暝去互中国学生立掉，双方是起冲突，造成香港学生受到伤。学生发起立一张打100张的行动，得到学校温准。我觉得前天晚上闹事的只是一小批的学生，不代表所有的学生啊。那我相信很多不同地方的学生，他们都是很支持这样表达意见的方式。现场除了真侪香港学生响应，有台湾学生烦恼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口号会变作真的，选择徛出来。我觉得中国人来这边读书就是要，我不知道，对，遵守台湾的纪律。香港反送中抗争已经3个月，社会行动是世界团，而且嘛带入来台湾的学校，学生拢跳出来表达支持的立场。不离告诉嘛引起学校内底香港学生、中国学生真侪冲突，包括东吴大学、文化大学、世新大学，拢捌出现反送中的海报，叫学生跳过去立掉。世新佫捌出现有人伫海报写歹听话，学生认为真无好。他们反送中，如果是中国的话，他们可能也是觉得好像有点反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要给予尊重，因为就是每个人看法不同，那我觉得不用去
就是撕掉海报这种行为。我们本校是谴责撕毁海报的这个行为，但毕竟说不同的意见表达，我们还是会给予尊重。那此为学生之间意见表达方式的争议，那我们学校校方会适度规劝。细心校方是呼吁学生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若是义修大学进前有香港学生伫宿舍打欢送中的标语，结果去互中国学生来骂甲地阿妈滚。苏北学校表示，双方已经握手和好，嘛甲中国学生记2个小过。毋过中国学生对这个代志是真不满，佮呛声讲要提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咧大学内底少年线有学生因为反送中的问题发生冲突，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表示讲，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过，若真是发生冲突来起卡动手，敢会使使用法令废除学生的学籍呢？学者认为讲，台湾是讲民主法治的社会，袂使因为人来改变代志，颠倒这个代志会当予中国的学生一个机会教育。中国学生甲香港学生打的反送中标语立掉，而且佮参香港学生烧麦佮动手，互因受伤。开学无到1个月，已经有4间大学发生中国香港学生冲突，这关也想透过社群平台真紧的传出去。觉得大家可以好好讲，为什么要动手动脚？对，这样。我不可能去和他正面的打呀，这种对，我是会避免这种正面的冲突，但是我对这种行为是首先是拒绝和抵制的。无论是对倒位来，学生普遍都认为，就算立场无共，嘛免共骂甲起骹动手。总统蔡英文26嘛头一届表示，包容无共款的意见，毋过绝对袂接受暴力。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有暴力的事情哈。所以依这个原则来处理，我相信我们的主管机关都会很积极的来处理这一些事情。到目前为止，校方拢用学校的冲突照校规来处理。艺术甲文化香港学生是要提告，毋过若是继续发生冲突，也是变作暴力，甚至是政治事件，敢是会当撤销中国学生的学籍。政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志辉表示，嘛是要看状况符合比例原则。不会因为他们身份特别或做的事情很敏感，我就用特别的处置，特别严重不能够这样，让他们体会到说，这才是一个真正应该国家现代的国家应该有的形式。中国地区人民来台湾读专科以上学校的办法规定，暴力、恐怖组织、内乱罪、外权罪、重大嫌疑、涉嫌重大犯罪等等的代志，才会去用撤销学籍。若是第6款的违反其他法令，陈志辉认为必须要严格解说。不过这是一个机会，让中国学生知影，台湾注重民主法治，袂因为是对倒位来，全有无同款的标准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到议会进行施政报告，也因为议事规则有改过，报告了后的质询敢若会当到暗时6点，而且质询爱抽有扣仔的12位议员才会当质询。民进党议员当场甲名单来立调，表达抗议。韩国瑜报告说，民进党团要互韩国瑜是质书，也甲国民党团发生冲突。国民党团的没安尼啦，来，我们还是去帮忙。请你们尊重我们的质询权。高雄市议会年度第2摆定期会26日市长施政报告甲质询，不过一开始，民进党的代表组议员就提示质书，爱韩国瑜签署，结果被国民党团包围，变成党团之间的集体冲突。时间暂停。那日2党议员经伫遐，民进党议会质询时间被干扰，不过做主席的国民党议员无愿意暂停，算时间，搁较侪议员加一冤家，有人摕茶杯啊破水，有人骂甲失控，出手拍人。绿营搁爱韩国瑜表态，11月总质询是不是为了参选总统请假？会不会请假？是或是不会？会或是不会？目前为止还没有规划请假的事宜。那你能不能跟我保证总质询的时候你不要请假？如果有请假的准备的时候，一定会跟议会分析的。不止质询冲突之，议庭开始进行民进党议员先伫技术厅门口列质询名单。全部只有12个议员可以质询，其他的议员都没有办法质询。明天再来，这是议会的机制吗？明天再来，以前就这样了。以前市长报告后，议员照定期对因进行质询，顶会期要进行到暗时11点。不过国民党团这摆以优势人数通过暗时6点准时结束新规定，在去51人登记，只有前12人演质询。民进党团抗议无效，中昼休困时开记者会谴责国民党，叫韩国瑜支持者抢入来骂人。这不是，
不是。民进党要控告骂人的韩国瑜支持者，不过韩国瑜这摆是为任内第一本有选书进行施政报告，现场规讲让有真济支持者加百汉民众来关心。我觉得高雄迫切的需要这4个一，让高雄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一个是2019年，即将2020年，我们高雄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机场。韩国瑜提出4个一。包括用完整捷运线、自由经贸特区甲新材料产业园区来建设高雄，是不是会使？27也有议员质询，警方已经加强戒备，避免有民众乌白一般闹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都失去2个邦交国，总统府国安会也表示讲，伫咧年底有可能断交的风险。总统蔡英文今日强调讲，中国对咱的施压是年久未深，特别伫咧选举期间更加有可能。另外，蔡赖配问题，赖清德也回应讲，蔡赖配是无问题。伫9月28，民進黨党庆的時陣有機會做會出現。總統蔡英文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25屆年會開幕典禮，因為最近中國小電視奪走咱的邦交國，25國安會就召開中國新冠對台灣的威脅，涵蓋至選舉專案會議，提出示警，年底進前有可能擱斷台灣1、2個邦交國，威脅將之惡化，嘛提出5大應對策，包括保衛主權和民主、反制假消息等等，對抗中國施加壓力。在選舉期間，我們也都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那麼在這段時間，我們已經請外交部門的同仁，那務必要全力來鞏固我們的邦交。除了鞏固邦交，蔡總統嘛要拼認真。最近黨內蔡賴配聲音升溫，賴清德嘛表態蔡賴配無問題，強調初選了後已經表達支持蔡總統，敢若嘛和沙都來合作出現希望。我的答案還是一樣的啦。第一個，我們黨內的團結沒有問題。第二，跟賴院長的溝通也沒有問題。第三個，我們在最適當的時候會提出最佳的人選。2020總統大選投票，敢若剩100多天。蔡英文出席全國會計師協安會成立大會，現場超過1200名會計師甲팀，伊嘛再度呼籲支持者做伙鬥打擊假消息，相信伊擱拼一屆。刷到來928黨慶，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有可能出席，到時陣蔡賴就有機會共台展現大團結的氣勢，為刷到來的合作來開一個頭。記者綜合報道。2020年總統大選，外界攏真好奇講，郭文哲甲郭台銘敢有要來合作咧？蔡壁如也表示講，郭文哲早就知影講，郭黨佇咧宣布無要參選之前，就知影這項決定。不過郭文哲今日也出面來背花，強調講，因佇新竹城隍廟見面時陣，攏掠準郭黨是有要選的。郭陣也認為講是蔡壁如見唔到。辦政府社區關懷的志工，台北市長郭文哲為社區關懷據點揭牌。面對媒體問講，台北市政府顧問蔡壁如接受媒體專訪，講郭文哲早佇咧郭台銘宣布敗選之前，就已經知影這個關鍵的決定。郭文哲是好人，強調兩個人佇咧新竹城隍廟見面的時陣，一直就是郭台銘要選。我都以為他要選，我跟你講，他們是說奇怪，怎麼一副要選不選，到底是怎樣？可是我們都不曉得。我們想說，我那時候怎麼可能？我覺得蔡顧問本身他是這個柯市長的幕僚，幕僚自然有幕僚的觀察，那或許在時間點上有一點記錯。對郭台銘向宣布敗選，根本是充滿計算的政治表演的講法。郭台銘步調嘛好人，各對國民黨中常會25通過郭台銘的慰留案，希望伊歸隊，強調郭台銘絕對袂接受慰留。其實郭台銘先生覺得，吳主席是言而無信，他覺得很遺憾，也很無奈。那畢竟他現在是無黨一身輕，所以他希望說，就是大家就是好聚好散，事情就到此為止。國關合作台面下擱咧進行，郭文哲台北市政府的報告嘛有進展。有風聲講副市長的職務要找親民黨籍議員黃珊珊，最近已經定選，黃珊珊嘛無白貼。的確是有徵詢過啦，所以我議員也當很久了嘛，所以我也覺得說，如果可以幫助市長多一點，把台北市做得更好一點，我當然是樂意幫忙。若是副市長陳嘉基按算佇咧10月中離開，外界推估郭文哲找黃珊珊，若是白橋合作，更加是為着2022延續白色力量。不過相關的人事案，台北市政府強調，人事異動等確定了後會對外說明。記者綜合報道。
代替普悠玛司机尤振中自普悠玛并车了后要1年啊，今仔日除了甲家属受伤的旅客会实的以外，也要头摆出来说明案情。伊指控代替调工隐瞒事实，甲所有对伊有利的证据拢无缘无故甲用消失去啊！代替顶顶下下根本就是倒空好势。人痛，锥心之痛。伫记者会上口甲真伤心，代替普悠玛起诉的司机员尤振中，伫咧事件发生11个月了后，头一摆出面说明，毋过情绪真激动。伊讲经历过普悠玛排练事故了后，未输死过一届。毋过伊伫记者会上对宜兰地检署的起诉、代替的提下责任和行政院的调查，拢感觉真不满。尤其调查报告定调司机员超速，伊讲伊袂替家己和别人的性命讲算笑。当时罗东出去是127。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说是140，宜兰地检第一时间他就是有罪推定，台铁他第一时间是恶意欺骗，行政院调查小组他是刻意隐瞒事实，避重就轻。尤振中阁批评代替恶意隐瞒，伊点出对伊有利的5大证据全部拢无去，参像记载迄天状况的工作报单，以及出车进前反映列车故障的运转实录影画面，阁有报备关掉 ATP 通联记录录音档，以及会当卡进轻车功能是毋是有启动的记忆卡，阁有事故现场手镜头纹的证据等等，这个互代替动过卡手，因为委任律师要求爱调查相关的证据，代替的讲法毋是讲无去，就是弄来。上班的工作报单，那关系到出车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凭空消失？运转室的录影画面，竟然也会说没有。飞机坠毁了，黑盒子都还能够解读，为什么？火车没有爆炸，只是翻覆，黑盒子却能够撞坏。这些重要的证据资料，台铁都找不到。普悠玛号败马意外造成18个人死亡，200多个人轻重伤。10月1日就要满1周年，总统蔡英文嘛表达关心，强调会请行政院特别注意，一定要调查清楚。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表示，按说下礼拜开始访谈司机员尤振中，互相关的利害人有表达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普悠玛并车事件会伫咧后礼拜1开庭审理。司机尤振中质疑讲，宜兰地检署是先甲伊定罪，才甲白部捏甲乌，对伊所有有利的证据拢消失了了。宜兰地检署也回应讲，无论是有利或者是不利的证据，拢会做一届调查。代替说是用书面来做回应，强调运安会会补强调查，或者是法院的司法调查，拢会全力来配合。代替普悠玛败马意外，宜兰地检署经过7个月调查了后，司机员尤振中被依照过失致死罪起诉。宜兰检方指出，尤振中违反规定关掉 ATP， 而且搁驶伤紧，时速搁捌超过140公里，这造成重大的伤亡事故。不过尤振中的委任律师质疑，发生事故迄天的工作报单以及运转室的监视画面拢总无去，根本都无证据会当佐证，疑点不哩济。那我们想要去调说，当初运转室确实有人把钥匙交给尤司机，好，那监视器画面也没了。相关的事证该调查的，我们绝对都有发函去调。那至于说台铁他提供给我们的资讯是某一段的画面，或者是某一段的影像，因为监视器材时间覆盖的原因，所以没有办法提供。尤振中嘛质疑，迄当阵关掉 ATP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并且即时通报检察员的通联记录录音档。事故发生的时阵，当下就要求要赶紧公开录音档，代替煞过4个半月才公布，强调内容甲记忆当中明显有落差，而且档案有修改过的分页，日期明显无共款，甚至讲质疑代替公布的司法影片造假。有没有车子是倾斜的哦？好，过了铁轨以后，有没有闪一下？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的行车记录器突然间会闪一下？台铁局他今天就是把我们的尤师傅、尤司机当作代罪羔羊这个备用编组不够或者是说坏车硬开，这个在台铁绝对是常态。我们一
定会很开放的，好让不管是事故的相关者或者有重要的资讯能够进得来，好，我们会整体检视。前几天，运安会宣布会针对朋友嘛案补强调查，但是有鉴重这支资料含证据的可信度。啊，不过运安会强调讲，书记员唔那是当事人，嘛是证人，会真不是找这个当事人访谈。朋友嘛监视控制系统 TCMS， 按算上紧下礼拜会摕到，交叉比对资料，倾斜功能是不是正常，以及到底是啥物外力造成车厢伫咧排马进前就先冰车，会是未来调查的重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到月中阁是云林嘉义地区，当要报番麦时阵，不过最近秋兴滚烫的疫情阁开始发作啊！伫咧云林台西麦寮四湖地区，拢通报幼童变济啊！防检局伫田里所抓到成虫也变阁较济，农委会也呼吁农民爱加注意挂，避免灾害阁来拖开。有啦，看我。这打整2-3礼拜的番麦栽，叶仔已经互夹一空一空，斟酌来找四界拢有虫。云林农民讲，种番麦遐尼济冬，嘛是头一摆看到这种虫。你知影这叫做什么虫吗？帮说这什么虫我唔知啊。小虫什么真虫啊？9月中是云林嘉义地区定番麦种植的时期，云林县目前出现秋兴滚烫的虫害，而且集中伫咧沿海7个乡镇，受害面积超占1成5，农民3分外的地是已经开3万外块，真烦恼讲会乌有去。最严重的，算网络，规区网络要丢啊，逐项网络要丢啊。你这偌几分？这有3分啊。啊，差不多逐项拢有嘿，差不多逐项拢有。防检局表示，最近伫云林嘉义地区抓到的大只虫明显增加，通报的案件嘛变多，呼吁农民一定要加强产业管理。硬质玉米过去是比较粗放管理的这个作物，好，那可能没有注意到，如果有发生的话，还是要落实防治，这样才能避免它这个扩大危害。目前防疫阁算是第2阶段，农民通报了后，由政府提供药剂甲第1阶除药啊人力的费用，不离个地方烦恼安尼袂赴事，希望中央会当量早宣布进入互农民自主管理的第3阶段。当你量多的时候，其实它的防疫效率会下降，因为防疫就是要在最快时间把这个疫病压制住，才不会扩散，因为它这个扩散性是还蛮强的。防检局表示，会继续来办宣导讲座，还有相关的教育训练，希望讲会当提高农民认识、甲通报，还有自主管理的能力。今是要进入第3阶段，佫需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4半暝啊，金门划船队伫金门水头港区查到走私大闸蟹，也就是上海摸蟹案件。细牛的船长利用小3桶的货轮，走私40几箱，大约3600只的上海摸蟹，市价大约是100万。而是看这的摸蟹是无检验过，食落到地恐惊会出问题。84、85，一箱85。目前清算一箱大约85只大闸蟹，受这种病。海巡人员一只一只清点装伫咧玻璃笼箱仔内底的中国摸蟹。24半暝，金门海巡人员伫咧水头港区出勤的时阵，发现一台可疑的车，就停伫咧小3桶的货轮边啊。安检人员检查了后，伫咧4娘的船长，也有伊3个朋友走私的船仔顶头，超出43箱3600多只的中国摸蟹，市价差不多100万。经过我们的侦讯了解，他是船员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呢，到大陆的泉州来购买这大闸蟹进来到我们金门地区来，后续要伺机运往台湾来牟利，很不幸的就被我们当场查获。上天大家拢想食中国摸蟹，有业者就上阵这个相机，企图冒险，甲无经过查验的中国摸蟹直接炸入来台湾。划船队表示，这批走私行动有可能是走私集团在试探台湾，敢会严格执法。我们初步判断这个部分可能是是属于试探的性质。那看我们的质检强度，后续再来做更大的一个闯关的活动。
无经过检疫就入来台湾的中国模式，可能会有致癌的物质带后身，有危害个人健康的可能。后续花顺队会全部销毁，也会加强巡查。整个案件会依照违反海关执事条例函送关务署高雄关来裁处。记者综合报道。有人搁号做海中的玫瑰、校包蟹，也就是车龜，这款动物真罕见，也是世界上上大的贝类。伫咧小琉球1个月11，有民众发现讲，有2粒的校包油放污去啊。品管处也表示讲，加强巡查以外，也强调讲破坏珍贵的海洋生态，上当会当罚伊50万。屏东小琉球美珍洞畅水区，当地志工记录到被叫做海中玫瑰的古鸟贝，这是今年5月中翕到的海底画面。1个月11，客户民众畅水时发现，同款所在2粒古鸟贝被人盗采，地面切社群叮当呼吁大家唔通破坏生态。主要我是觉得在执法上面必须要加强，真的是在于那个公部门的部分，它必须要再强力一点。看小琉球。大家会注意它，就表示它数量稀少，可能有些其他还没发现。但是因为数量稀少，被挖走1、2颗大概民众就会察觉。古鸟贝是海洋中上大的贝类，上古延活100年，因为五彩外貌，佮被叫做海中玫瑰。目前全球数量真少，受到华盛顿公约保护。这摆小琉球2粒被盗采。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呼吁民众爱有责任，也要加强提查。我们会结合地方的当地的 NGO 团体，去再次宣导人力的部分，是海巡的弟兄那边比较充足，我们会请他们多做一些协助。海关处表示，当地因为人力关系稽查有难度，不过只要发现一定会处罚，罚金上限延到50万，呼吁民众唔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只会来看好真。川普敲电话给乌克兰总统的代志，在美国政坛是未收煞。民主党参议员甚至用到寻求外国势力打击政敌做理由，启动对总统川普的弹劾。面对着这款的情形，美国白宫在25也公布川普甲乌克兰总统讲电话内容。川普确实有暗示对方爱配合调查伊的选举对手。美国白宫25公布7月25，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分钟的通话内容重点。虽然川普并无明确提出要透过军事援助来交换乌克兰政府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拜登和拜登的后生所任职的乌克兰人权财团展开调查，但是讲的话当中明显释放出想要透过乌内部来打击总统大选主要对手的消息，甚至还讲到家己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拢会当对乌克兰查案提供协助。泽连斯基在这款情形之下，总算承诺会展开调查。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阁批评川普违反美国宪法，民主党单极无理。He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那是乌克兰问案的2大主角，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是伫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场边见面。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We're with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he's made me more famous, and I've made him more famous. 虽然川普想要让现场的气氛变较好哩，但是媒体有关是直接质问泽连斯基是不是有遭受川普施压。泽连斯基是当面否認。I'm sorry, but I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to democratic, open, elections of USA. No, you heard that we had, I think, good phone call. It was normal. We spoke about many things, and so I think, and you read it, that nobody pushed it. 就算有学者分析乌克兰问案的严重性超过当年的水门案，但是金融时报分析，目前释出的通话重点离定罪川普单击落台隔离真远，因为就算证明川普想要施压乌克兰介入美国的选举，但是伫咧已经知影对话记录当中，川普只敢暗示，并无亲嘴讲出用拜登换军援的明显对决关系。但是 CNN 报道，引爆乌克兰门分别比的人当作是所举报的内容，已经互人送去参众众院提供国会议员参考。美国时间26就会互人公开，到时阵恐惊还会出现更加互人意外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
经过1年的协商，美国甲日本上新的贸易协定，伫今仔日完成签署，达到第一阶段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讲，未来会替美国的农民找市场，大约外销70亿美金的商品。另外，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也讲，这是双赢的局面。纽约当地25号，美国总统川普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联合国大会以外的双方会谈，针对协商了1年的新的贸易协议，都争取到较大的市场比例。昨年9月の共同声明に沿って、日米双方にとってウィンウィンとなる締結論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たと考えています。出さないという指示であることは、会談の場。安倍総理からトランプ大統領に明確に確認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记者邓喜龙报道。南韩政府这几年利用进口成本增加硬体设备，闪过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导致手机在北韩国内卖。有专家估计讲，有600万的北韩人民有智慧型的手机这手机零件拢是对世界各地淘来的，其中也包括着台湾立法区的晶片。这是北韩去年3月新型平壤2423智慧型的手机最近这几年，北韩政府靠进口低成本的硬体，做手机内销国内市场来赚钱。相比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专家估计已经超有600万的北韩人有智慧型的手机路透分析，这款手机是用真济国的零件导出来的，像讲采用中国的电池、Google开发的 Android系统，还有台湾联发科的晶片。칩은 미디어테크를 쓰고 있고. 심은 미디어텍이 아니에요. 여기저기에서 이제 공급을 다 받아가지고 만든 거로 하드웨어는 구성이 돼 있어요. 联合国在2017年就禁止全世界手机零件出口北韩，这款零件到底是从什么所在来的，嘛互人真好嫌。 국제 제재 품목에 다 들어가 있는 거잖아요. 그러니까 그 국제 제재에 그 약간의 그 의문이 있는 거죠. 联发科发表声明表示，并无出口任何商品去北韩，公司有遵守制裁相关的规范。Google 是讲，任何硬体厂商拢会当利用 Android 软体开放的平台，所以无违反制裁问题。就算讲智慧型的手机是哪来哪普遍，啊，不过对一般真善者的北韩民族来讲，想要买嘛是无简单。 키우던 거 돼지도 2마리 팔고 밀수도 하면서 이제 그 약초랑 해서 그 중국에 갖다 넘기고 이제 이미 배도 먹고 해서 정말 그 막 먹고 해가지고 집에서 돈 나가는 것들 거의 다 팔아가지고 그렇게 해가지고 휴대폰 하나 겨우 샀거든요. 专家指出，一支智慧型的手机在北韩的价销超是100美金到400块美金，啊，不过北韩家庭的平均收入，每个月所干那100块美金，是南韩的4%。 또 그게 또 부의 상징이고 이러기 때문에 이 휴대폰은 뭐 국가에서도 말릴 이유도 없고. One Korea 的执行长表示，因为愈来愈多人使用智慧型的手机北韩政府敢若靠收这个使用费甲通信费，会当得到真济收入。记者综合报道。瑞典16岁环保倡议者桑伯格。 25也得到瑞典的正确生活方式奖，伊今年也获提名做诺贝尔和平奖。另外，中国的律师郭建梅也因为伫中国推动女性平权，也来得奖。 瑞典气候运动人士桑伯格知影家己得到正确生活方式奖了后，发声明表示感谢。佮讲得奖唔是伊个人，而是全球所有参加气候行动、拯救地球的学生、青年，甲所有年岁阶层的人士。 For inspiring and amplifying political demands for urgent climate action, reflecting scientific facts. Her resolve to not put up with the looming climate disaster has inspired millions of people to also raise their voices and demand immediate climate action. 除了桑伯格，还有3人得奖。中国律师郭建梅保卫中国女权，一直采取开创性行动。西撒哈拉人权运动领袖海达尽管被加禁热带，伊愿意为暴力行动为同胞追求正义。还有巴西原住民代表科佩纳瓦甲伊领导协会，因为致力保护亚马逊森林甲原住民生活文化而得奖。正确生活方式奖是伫1980年由瑞典人雅各尤克斯库尔创立。伊本身是作家、学者，佮做过政治人物。设这奖的目的是为表扬甲支持解决全球问题勇士，甚至可能是诺贝尔奖老高级的人。这奖有另类诺贝尔奖的称号，通常每年有4位得奖者会得到100万瑞典克朗，相当新台币320万。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国际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日暗时展开头一场的社区对话，想不到对话还未开始，美国联邦众议院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小连线通过着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来列出危害香港人权的名单，而且也会进制裁。中国外交部也呛声讲，这个法案根本就咧挺香港的极端势力甲暴力分子，表示强烈的反对。警方抓到伊顿这物件，进入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市周围也个未少学校提早放学，这拢是为着26暗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举行第一场社区对话做准备。只是对话也未开始，美国联邦众议院就伫反复时间25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requires regular evaluations of Beijing's aggressive attempts to interfere in Hong Kong's society. And there's Mr. McGovern's Protect Hong Kong Act, which addresses the disturbingly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against protesters. This bipartisan bill ensures that U.S. weapons aren't being used to contribute to these horrific abuses. 法案中明定，美国总统每年要列出侵害香港人权的人数清单，各以冻结资产、拒绝入境等方式制裁。国务院也要定期向国会提出认证，确认香港是受充足独立权，同时也承认香港跟美国双边关系，支持香港人民抗议权。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了后，参议院也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参议版本法案。中国外交部也作出回应，指出参众两院的外委会无顾香港激进势力甲暴力分子的恶劣行为，无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通过相关法案是公然为暴力分子加油，也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方强烈愤慨，坚决反对，也强烈要求美方停止推动法案，干预中国内政，才会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声援香港反送中，台湾有公民团体伫29要来举办大游行，在今仔日也拜会民进党加时代力量，希望民进党的人会当来做伙参加，也爱加强对香港政治难民的庇护。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也表示讲，会带队去参加，也鼓励大家去参加。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伫咧中国11国庆70周年进前继续升温，会伫咧29发起全港游行，并且号召全球响应。台湾迄天嘛举办大游行，公布声援。主办的公民团体拜会民进党，佮要求政府加强对香港政治难民庇护相关的机制，必须建立可被信赖、可被信任，不会因为行政官员个人政治意识不同而有变化的制度性保障。每增加1分对台湾国际活动空间的打压，只会更强化台湾社会对捍卫台湾民主以及支持香港自由的决心。99反送中大游行嘛引发中国各大办不满，批评是民进党政府和台独势力结合，无得管港台民众的福祉，敢若想要对当中探出政治利益，生活一定要守着家己。对这点，陆委会是强硬回应，集会游行伫咧民主国家是真自然的代志，专责中共真歹体会。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里面集会游行表达意见是非常自然跟平常的那么专制独裁的中共可能很难理解所以才会如惊弓之鸟一样陆委会表示，咱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依法办理的集会游行拢尊重，嘛希望中共莫看到影就开枪、硬牵拖，安尼对两岸关系正常的发展并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劳工的消息。中央航空罢工已经2个月啊，争议到当时也未收煞。空服员职业工会指控讲，罢工的组员登去上班了后，也互暂停机票优待，也互扣年假。12位工会的干部也搁爱面对着司法的责田。中央航空也表示讲，优待已经慢慢地恢复，只是工会无愿意接受。只顾算账。中
中原空服员罢工结束已经2个月过，不离个劳资争议还未煞。桃园市空服员这个工会指出，参加罢工的空服员登去公司面对无同的待遇，希望暂停优待机票，靠6天年假。目前92个工会干部面对司法诉讼，要赔3400万。被长荣航空追诉了高达3400万的高额赔偿金。我们知道罢工是不给薪水的，它也扣除了我们年度116天依比例扣除的6天假。中原航空伫5月公告，参加罢工的员工会停止优待机票3档。工会对这个代志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经过4届的劳资协商，劳动部会伫拜5进行上下尾1届的裁决大会。工会讲会伫劳动部静坐24点钟等待最后裁决的结果。另外，工会嘛指控中原航空有欠人的状况，主张交通部来调查。一架飞机上2个走道，如果2台餐车4个人都在坐餐，甚至可能缺人的状况，只有3个人在坐餐。这个餐车这么重，如果发生了所谓的乱流的危险，是不是足以应付？劳动部官员嘛出面接受订正，表示讲会斗3天同市政府来和劳资沟通。如果有违法的情况那劳动部一定会依照相关的法律来处罚，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原航空谴责工会伫劳动部头前静坐，互因压力，嘛表示优待机票的争议经过4届协商会议，已经提出豆豆恢复的优待方案，是工会不愿意接受。另外，针对欠人的问题，虽然讲最近有一寡部分的航班有人较少的状况，不过人力绝对符合民航的法规，谴责工会使人非安的议题来甲中原挖乌。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少过劳、降低劳工的工作时间，台湾最近这几年是修2届劳基法。不过，甲上新的世界总工时来做比较，台湾2018年的总工时是2033点钟，比前一年减2点钟，也是伫排伫全球 OECD 国家的第4名。为着要趁薪水，劳工都要真打拼，常常有时阵爱超时加班。根据上新公布的 OECD 主要国家工时资料，2018年台湾年总工时是2033点钟，甲其他国家比是第4，比附近的韩国、日本要佫较悬。部分工时的比例好像不超过5%，可是欧洲国家有些部分工时的比例是大概2-3成以上，它的平均工时一定会更低嘛，从2周84变成每周40嘛，那时候就会带来工时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再加上最近的一例一休，那我想那个效果会更明显。学者指出，台湾部分工时者比例较低，甲其他国家来讲，年总工时会比悬。甲去年比起来，有小可减少2点钟，全时工作者的经常性工时也比去年减少1点钟。另外，部分工时者是小可提升。学者甲劳团拢认为主要原因，甲这几年劳基法修法有关系。在缩短年总工时的这个总目标之下，应该要有更坚决的一些做法。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去抑制加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蛮大部分的劳工可能基于因为低薪的问题而有加班的需求。那这部分希望政府能够严肃的来看待低工资的问题。劳动表示，年总工时下降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表示有部分劳工会因为加班工时减少，少赚加班费。所以政府相关单位伫降低工时，也要注意加薪的问题，这样有更较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报一个好消息，互恁知，内政部宣布讲，若准去意大利会使使用快速通关咯。台湾也成做全世界第8个会使伫意大利自动通关的非欧盟国家。意大利的旅客若准来到台湾，也是会当用快速通关。若到旅游大街各地机场，常常人是直通通，尤其出入境时，行人工验证通关，常常要排真久。内政部17日宣布，甲意大利互惠开放快速通关，意大利旅客到台湾应使用台湾自动查验通关系统。这可以促进我们跟意大利之间的观光，还有一些商务的交流会更加的便利。For about 10 years, Italy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acilitated traveling from Taiwan to Europe, and I think this is an upgrade. 市区
高雄表示，意大利快速通关真简单，台湾民众免事先申请，只要伫意大利机场扫描护照相片下，面部甲指纹扫描辨识，就用自动出入境。目前非欧盟国家只有美国、加拿大、韩国、澳洲、日本、纽西兰、以色列甲台湾有安尼便利服务。除了意大利，还有部分国家也开放予台湾游客使用自动通关的服务，亲像韩国、澳洲申请拢免手续费。美国是爱先伫 TTP 网站申请注册，线上交$100就能使用。入境的时候排队都要排超级久的如果可以直接快速通关的话，会省非常多时间。I feel it's very comfortable and very simple to use. 根据内政部统计，到今年8月底，美国、韩国、澳洲这3国旅客申请注册使用台湾快速通关总人数已经超过71万人。这个用强调，台湾虽然面临真困难的国际处境，不过在重要国际议题上，依然坚持绝对袂置身事外。今年底也要完成新一代自动查验通关系统，除了加速旅客通关速度以外，对台湾甲别个国家开放互惠使用也真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私校工会最近收集50间私立大学老师聘请合约，所以讲有的学校袂使要求这老师设立年尾奖金，也必须要遵照行政主管的指令。还有17间要求讲，若准备来离职，就要事先通知，若无就要赔钱。伫台湾做老师，公私立的权益是有差的，干那看聘约。私立的老师就面对真侪无公平的条款，有私立大学明定袂当设立年底奖金，若是造成纷争，也是浪费行政资源，有可能会放弃头路，也是无继续请。若是要辞职，一定要伫3个月之前就通知学校，若无就要纳2个月违约金。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公立学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公务人员、军公教有说我们离职还要赔违约金的问题吗？为什么私立学校就要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劳工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也有私立学校，甲招生、甲行政拢变做老师的义务，若无法度达成，拢会变做甲要继续请的条件。私校工会指出，教育部103年的时阵，捌伫立法院冻结预算的要求之下，对无合理的聘约提出爱改善的措施。但是最近检查50间私校的聘约，若无改善，程度愈来愈严重。私立学校法授权教育部要去定这个规章。那我们知道，授权你教育部定，你教育部就要定得很完整，你不能再授权。大家知道，再授权是禁止，是大法官释字524号解释讲得非常清楚了。法律系教授林庭尧表示，私立学校法甲教师法是公法，袂使互私立学校凊彩设定无合理的规章。教育部应该订定聘约的准则，互大学会当对咧行。出席记者会，国民党立委陈学成直接讲，立法院当地审查预算，会要求教育部提出说明甲对策。若无的话，冻结的预算会比103年较少。记者综合报道。叶红仔鸡即马是四界拢有，最近伫苗栗就民众发现讲，真侪叶仔的店就伫学校边仔，内面叶的物件有的是色情用品，有的是攻击性的棍仔，恐惊会影响到这学生囡仔。今日摆叶红仔鸡店内底商品真侪，不离个斟酌来看，有真侪色情用品，说是啥物人拢会当来业，而且佫有武器，互做家长的真是做烦恼的。在学生还没办法自己做主来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个诱惑的东西会帮他拒绝，尤其是有点超过18岁的部分啥家长会遮尔烦恼？因为这间店就伫咧国小对面，就惊讲囡仔人会去受到影响。根据苗栗县政府统计，顶半年苗栗合法登记的业者有315间，当地机关伫头份市区调查12间国小的4科位业，就发现讲有4间学校无甲100公尺的所在，都有几间叶红仔鸡的店。距离学校的一个距离，那另外当然，这种没人管理的，那当然我们就会来规范它。应该要有相关的资讯来露出。苗栗县政府表示，虽然目前针对坑的物件会当用离校法还是社会法来处理，不过针对设计台商品的标示无确定的规范，当地研究管理自治条例。若是伫台中真有名的商圈附近，同款是有真侪间叶红仔鸡店。虽然讲看起来内底商品有符合规定，不过根据台中市政府表示，伫今年5月份到9月份，已经查到17件违规非法藏色情用品伫卖，嘛照离校法来处罚。
就算是公共场合，也是有它的尺度存在的、啊，对、啊，不是每个人的接受度都到这么广。民武法里面已经很明确的规范啦，是，我们也裁罚了蛮多件啦。台中市社会局表示，目前除了民众检举，嘛会派人来稽查。若是确定有可色情用品，得照违反离校法，上当罚10万块。若是讲有危险的商品，佫涉嫌违反社会法，更是要定自治条例，该甲相关单位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若准你买到上清、上拍、上介稀罕的物件，一定爱开互大家偏芳一下。所以伫网络有一种形态，叫做开箱，将每物件开头放看。最近这款开头文也真时行，而且伫咧开头各行各业的内容甲秘密，咱也做伙来看。猪头啦、烟笔啦。烟筒啊啦，肥料啦。一个囡仔压低头，另外一个坐咧火炉顶悬。本林的农民对着上死行的开头文，甲大家拢咧使用的大项细项的农具，一捆啊拢撒出来，摆出阵势来翕相。咱讲吼，你做是偌久啊？做40多年啊啦。嘿。啊，这物件你拢是平时拢会使用着吗？系啊。大家拢爱用的啊，这个用久嘛有感情啊。有啦，农夫开箱文呢，主要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然后介绍大家小农的配备，还有他们会用到的用具，然后也透过这张照片可以让大家看到农夫的全貌。不管是透风落雨，这农具拢对农民去参与做事，对农民来讲是真有感情。若是农民，台湾各行各业为警察、老师、交保护森林的护管员，伫海边啊捡粪扫的警探团，甚至是检察官，拢总甲家私款出来翕开头的相片。那行军床呢，是希望让检察官有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可以马上躺下来休息完之后，保持最佳的体力，再接着后续的侦查作为。开箱文的方式宣示我们已经万全的准备。新竹地检署也呼吁各位千万不要贿选。检察官除了电脑、文件这工具，连泡面、提神饮料拢已经传好，要迎接刷落来的大选。新竹地检署用开头文这种轻松的方式来宣示立贿选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六国有一个千岁竹仔鼓团，团员的年纪加起来拢真正超过1000岁，也这拢是社区的时代做伙来学竹仔鼓，愈拍愈有兴趣，而且也是用在地蓝竹仔来做的，大家拢感觉真有意义。社区的老大人对老师的节奏来拍竹仔鼓，伊是南投六国对南社区千岁竹仔鼓团，团员拢超过65岁，用社区的马字笛来做乐器，世界去表演，哪活哪少年。旧年拢是拢伫时啊拢有表演嘛，即摆今年拢做咧衫新呢，红衫拢大概35个拢有穿啦，穿点衫穿落，大家嘛讲减少20岁哦。学拍竹仔鼓，唔拿训练节奏，除了拍竹鼓，还要配合真侪动作，袂使互身躯活动起来。千岁竹仔鼓团内底有几个超过90岁阿嬷，因咧拍鼓曲势真好。我就是有啊，我来无偌久啦，我来3个月尔，因较早伫讲鼓啦，拍起来好啦，欢喜啊，心息啊。90岁啊，都来遮做运动啊。不咱囡仔都无读册，大家来遮真快乐，袂困难嘛。从有这个冠老剧人之后，我们就发展这个打竹管这个乐器哈。那利用我们当地的特色，就是孟庄族哈，下去做乐器下去打哈。我们有一些社区的活动，我们都会出去表演这样子。竹仔鼓团已经真就是社区老大人的生活重心。社区表示，未来会继续请老师来教因拍鼓，和许多人做伙世界去表演，快乐过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2度到29度。中部地区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4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
为22度到3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去看叉的相声啊！也感谢今日恁收看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工作时间，咱再会。